昨美国股市大落，嘛影响到台股今仔早起嘛落超过200点哦。金管会主委潘金良伫立法院时表示讲，台股短期会受到消息面的影响，也毋过长期嘛是会回到基本面。另外，股票同一日买税优惠，今年底就到期咯。财政部长曾翠云今仔是指出讲，这款税优惠本来就无可能常态化。美国经济实力对压悬，加上投资人对联准会可能降息的时机甲规模有疑虑，后摆三美国四大指数是全面上落，连带影响台股早盘跳空开价，规片是青，直接贯破10日平均线，甲21500点的关卡，上价有甲21414点，捌大落248点。早起金管会主委潘金良伫立法院表示，台股短期会受到消息方面的影响，不过长期会回归基本面。股票市场短期会受到消息面的影响，长期还是会回到基本面。我们看国发会的这个景气对策讯号，我们4月呢是在2022年3月以后第一次转为黄红灯，也是显现我们的经济景气是审慎乐观。潘金良表示，加做资本市场的主管机关，关注的是市场的制度。国际上的因素对台股会有影响，提醒投资人要是要注意风险。事实上，为着活化股市的交易量，政府从103年开放投资人现股当冲，也就是符合条件的投资人，会当伫当日先买再卖，或者是先卖再卖，进出同一档同款数量的股票。而且伫106年4月28实施股市当冲的证交税减半扣税措施，为原本卖出的时阵按3%扣证交税，调降做1/1.5%，试行1年。实施了后，确实会当活化股市。政府2届延长当冲降税实施的时间，会伫今年年底到期。敢美国延长嘛，引起各界关注。现在我们财政部的态度是什么？还是认为常态化不可行？还是说你们要有所让步？租税的一个优惠，它必须要有一个实现，而不可能是成为一个常态化。这是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一些规定。因若金管会建议当冲降税，搁再延5年。曾翠云表示，因为社会各界有无同款的意见，有反对、有质疑，嘛有赞成的。财政部已经向金管会要求提供更较详细评估资料，来理清外界质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